2026年2月3日，熱愛與熱誠 EP3，終於明白點解人話冇夢想同鹹魚冇分別，揾到自己中意做嘅事，煩惱其實會少好多。依家好多人大半時間都係做緊自己唔中意，亦冇熱誠嘅事，皆因都係為咗錢而工作。其實工作從來唔應該用金錢驅動同衡量，反而要靠熱愛與熱誠去帶領前行。每日都做住自己唔中意嘅事，仲要日復日、年復年堅持，慢慢就會失去靈魂，耗盡熱誠，內心嗰團火份熱誠都會被社會慢慢消磨殆盡。有人或許會喺工作入面學識各種生存之道，比如點樣偷懶、點樣射波、卸膊、點樣少做少錯，甚至算盡公司同同事。但我始終覺得呢啲行為同埋背後衍生嘅負面情緒，根源都係因為你根本唔係做緊自己熱愛、有熱誠嘅事。相反，若果做嘅係自己鍾愛之事，你會主動諗盡辦法做到更好，變得更精湛，力求不斷進步，做到極致，甚至連攰都唔會覺得，全程都係帶住喜悅、滿足感等正面情緒投入其中，更唔會覺得呢啲係一份枯燥工作，因為你係帶住靈魂去創造，滿懷喜悅去堅持，心甘情願100%投入其中，就好似高比拜仁一樣，凌晨4點起身訓練，從來唔會覺得攰，皆因佢係帶住滿腔熱誠同熱愛去打籃球，從冇將籃球當成一份工作。佢目標遠大，因熱愛籃球而鞭策自己不斷變強，就算係重複無數次嘅訓練同投籃，亦從未覺得辛苦。就算犧牲咗所有娛樂時間，都要堅持訓練，只因為籃球係佢徹頭徹尾鍾愛之物，佢係用生命去燃燒屬於自己嘅熱情。所以我始終認為，人一定要有夢想，就算暫時冇夢想，亦要擁有自己熱愛有熱誠去堅持嘅事，用心去做去創造，唯有咁樣先算係有靈魂咁認認真真活過。